红。嗨，你好。第一题，这一次在《一城儿》MV 中担任什么角色啊？我这是在 MV 里面担任是一名舞者，将曲子的感知感受诠释出来。第二题，说说你今天拍摄的心得。很期待，很刺激，很开心，因为是穿着古装跳舞。第三题，请偷偷哼唱一下《一城儿》的新歌。好，我想一段哦。好，很好。下一题，下一部 MV 想要尝试什么表演呢？想要尝试可爱温馨的，因为前2首歌都太重情感了，很悲伤，不符合我的个性，有点困难这样子。第五题，用一句话形容《一城儿》。一句话，超赞老板，然后跟他合作很愉快。因为一城就在你旁边，不太敢乱讲话。第六题，说出这次 MV 舞蹈中最艰辛的部分。想动作，因为在想动作的时候都会想到不知道可以跳什么，然后就一直不断的改，不断的改，不断的修，然后还要抓拍子，这是最难的部分。一城儿最新一批魔修家正式上架。一城一批魔修家，一城儿。我内心难过，内心煎熬。